今期唔睇房，嚟到佳景嗰邊嚟就係睇下佳景3公里左右個商業配套係點樣嘅。咁為佳景嗰個片區嚟講咧，咁最大嘅特點就係靠近珠海。依家到山姆店啦，用咗9分鐘，2.3公里。咁依家嚟到1.6公里嘅位置啊，商業啊。咁呢個商業咧就係恒泰嚟㗎，恒泰超市嘅位置嚟。咁呢度嘅商業都係非常齊全嚟㗎，喺珠海嗰邊嚟嘅。所以啊，你整體嘅商業遊玩啊、黑血玩樂啊，都係非常方便嚟嘅。嚟到珠海明珠站嗰度啦，明珠站嗰度你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啊。中山啊、如後、廣州等嘅城市嚟㗎，全國城市都會到㗎。1.6公里嘅位置，仲會有一個海鮮城喺佳景到我呢3公里範圍之內啊，比較成熟嘅商業就係基本就係剛才我呢嗰幾個啦，比較近嘅個位置嚟嘅。咁啊，你如果對佳景康城比較感興趣，就可以私聊我嗰邊嚟嘅。